方面引起经济所在拢落大雨，一寡路嘛拢规个崩塌落。像讲昨昏半暝，伫咧仁爱乡的埔务公路，抑阁有中央桥路段，因为向强落大雨，规路涂骹拢互水冲去，凹一坑真大坑，深度差不多18公尺，有6层楼遮尔悬，有一半车路拢未通，敢若会当一条路双并通。公务单嘛赶紧派人封路来修理。另外，国姓乡嘛是因为溪仔水规个涨起来，溪仔边的徛街规个涂骹拢凹一坑，土石下入去到徛街，相关的单位嘛赶来到现场，赶紧疏开在地百姓。溪水进错楼，土石流对这个山壁撞啊下落来，冲咧岸边的民家厝，地基嘛去互崩一徛。南投国姓乡大基村受到大雨影响，做大水。大水挂到甲这个土石甲挖空去，冲入去民家厝的后壁，自家安全变甲足危险的。那边就是养鸡什么的，放一些东西，嘿。都被埋住了哈。还有水管都被用断了。会不会担心大雨来再继续冲下来？当然会啊。目前咱看这是下骹要12号，哎呀，足危险的。国姓乡12日下晡发布土石流的黄色警戒，就惊讲雨安尼落袂煞，居民嘛来紧急疏散。另外，仁爱乡的丰务公路路面崩去，正做一大坑坑。现在只有单线通车。伫暗时啊，大雨安尼一直落。大水做甲隆隆叫，互这个路面所拢挖空去。在14线埔务公路75.8公里的所在，中央桥路段受到上大雨的影响，烂沙坝嘛崩去，致使路面的地基失落，半边的路拢崩去，出现一个25公尺长、18公尺深，差不多有6层楼的大网坑。工务局嘛到现场来抢救，实施这个高频的通车。我们现阶段还是会紧急的利用我们的钢轨桩的部分，作为在外侧打设，作为我们的挡土。大雨落袂停，南投嘛有灾情。工务局呼吁讲，都爱离这崩去的路较远咧，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